如果你睇一啲科技產品嘅發布會啊，咁你會見到嗰個主持人咧，通常佢會企喺台上邊咩位，佢同觀眾之間有冇一啲嘅物品咧咁樣，咁可能你會知道其實係冇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有啲演講咧又會有個台咁樣，仲會企高少少，同你有個距離咁樣喎。咁啊，例如可能啲總統啊，或者啲校長喺台上面講嘢啊。咁佢哋就有張台咁樣，咁其實佢哋兩個大致緊兩個咩嘅身體語言嘅效果咧？咁講翻即係 sales 嗰度啦，賣嘢嗰度，咁因為咧個 sales 嘅目標咧，其實係想同你親近，同你去認識嗰個產品效果，所以咧佢特登咧將中間同你嘅阻隔咧係拎。咁至於總統嗰啲，根本佢目標就唔係要你同佢行得近，因為公佈一啲事實啊、政策咁樣。所以原來呢個阻隔都咁緊要嘅，有機會再分享，拜拜。